博客伴讀外國如何認可國安法實施5年嚟嘅香港，作者馮偉光。筆者係搞宣傳出身嘅，深明感知即現實，佢嘅 Perception is reality。從心理學同埋哲學嘅角度嚟睇每個人對世界嘅認知並非完全基於客觀事實，而係通過人嘅感官、經驗、價值觀、文化背景等過濾之後形成嘅主觀解讀。例如同一件事喺唔同人嘅眼中可能截然不同。有人睇到半杯水就覺得仲有半杯，有人就會認為只剩半杯。呢種差異正係感知塑造嘅現實。呢個觀點提醒我哋，所謂現實並非絕對客觀，而係帶有強烈嘅主觀性。理解呢一點就能夠讓我哋更加包容咁看待他人嘅觀點，亦都更加清醒咁意識到自己認知嘅局限性。畢竟我哋眼中嘅世界可能只係被我哋自身感知篩選過嘅一部分。咁樣要細到呢句話因為逃到海外嘅黃絲或者香港嘅黃媒正係做緊咁樣嘅認知作戰，不斷報道香港過去5年，亦即係國安法實施5年嚟嘅情況。現實就係香港依舊活躍，外國人、外資同外國評級機構仍然好睇好香港，絲毫冇因為黃絲嘅感知就會認為就係香港嘅真現實，影響佢哋嘅決定。假如講外國人、美國公民居住喺香港嘅數字一定最具代表性。你可能以為美國商人嚟香港都傳說話要帶備 burner phone， 咁佢哋一定對香港敬而遠之。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呢個唔係我講嘅，而係美國國務院嘅官方報告講嘅。根據佢每年年初發表嘅香港政策法報告，其中引述居住喺香港嘅美國公民嘅數字2022年同2023年2年間不跌反升，升咗20%，由2022年嘅7萬人升到2023年嘅84000人，多咗14000個美國公民住喺香港。2024年嘅報告就話喺2023年為數約84000名美國公民喺香港居住，數字已經大致回升至 COVID-19 疫前水平。相信可能係數字太亮麗嘅緣故喺新一份嘅2025報告裏面美國國務院竟然略去不提呢個數字，以特朗普總統同魯比奧國務卿嘅秉性跟呢個數字大幅下滑，佢哋會唔睇？好有可能就係數字又升咗啦。美國政府顯得尷尬，所以索性唔提。又講金融機構錢去邊度走係最嚴肅、最實際嘅。任你香港講故事講得幾好，假如外資冇信心，佢哋就會威嚴不動，一分錢都唔投。但係近日有間美資機構竟然承諾以近20億港元嘅租金嚟睇好香港未來10年嘅前景，夠說服力啩？2025年6月13號，恒基地產公告話佢嘅子公司同美國量化交易及投資管理公司簡佳資本 Jane Street 簽訂咗租賃協議。簡佳資本將承租中環新海濱旗艦項目第一期6層，共計223,437平方英尺嘅辦公空間，佔第一期辦公室大樓同埋佢附屬空間總樓面面積接近70%。呢個物業嘅租金為每平方英尺137港元，每個月月租約為3061萬港元，租期5年，總租金達到18億3000萬港元。租約從2028年起生效，租戶有權選擇4年續租。呢項交易創下香港中環核心商業區數十年嚟最大宗嘅單一辦公室租賃紀錄。一間美資頂級機構用近20億港元嚟為香港投下信心一票，唔通呢間美資真係得閒得滯過嚟同恒基咁樣嘅大機構玩下泥沙？要知道假如你真係違約，以恒基嘅實力同聲譽，佢會唔追究你到底？你係嗰間美資公司嘅高層，你會攞你嘅職業前途、公司聲譽同埋公司金錢嚟開咁樣嘅玩笑？又再講下外國評級機構喺國安法公布實施5年之後香港排名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嘅榜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佔全球第3，世界競爭力連續2年上升共4位，排名重回3甲。呢3個事例清楚顯示，外國公民、外國投資者同評級機構
點樣看待香港嘅由亂及治同埋由治及興。假如佢哋日日擔驚受怕，咁我哋湧嚟香港居住同投資做咩呢？世界上可以選擇嘅大城市多的是，可以揀倫敦，可以揀紐約，要揀亞洲嘅亦都可以揀新加坡，但佢哋偏偏鍾情香港。所以黃絲黃媒啊，佢點樣抹喺香港都冇用。84000或者更多美國公民住喺香港，近20億港元嘅租約就放喺呢度。評級機構嘅排名係向全球公開嘅，呢啲就係真正嘅現實，真正嘅感知。